Hello，大家好。尋日有單新聞呢，就係關於有一個 CID 嘅哥哥啦，佢涉嫌虛報事主放棄追究銷案啊。佢最終呢喺琴日呢判咗監2年嘅。咁法官呢就話佢呢用不當嘅手法呢去減去佢嘅工作量。咁有一名警員啦，被指在呢2年期間呢，係處理偷竊啦同埋電騙嘅案件嘅時候呢，涉嫌要求呢非華裔呢或者唔識得中文嘅報案人呢簽署唔追究嘅文件啦，並向上司虛稱事主已經唔追究啦，導致10單 case 呢終止咗調查。被告呢否認偽造係公職中呢行為失當罪。喺琴日呢31號喺地院話呢啲 case 喺地院判，被判入獄2年。被告黃耀聰32歲，佢係一名警員啦，被控於2022年11月呢虛造一份聲稱由報案人周嘉敏作出嘅口供，並誘使其上司呢信納為真啦。而喺2023年嘅1月至7月期間就9宗警方調查案件同佢嘅上司訛稱投訴人唔再追究，從而令案件終止咗嘅。案情指涉案嘅10名事主當中有人唔識中文啦，亦都係唔係華人啦，即係唔識得廣東話嘅人。部分人都唔知所簽署嘅文件內容啦。亦都冇任何證據顯示佢哋曾經正式表明過放棄追究。咁佢嘅大律師求情表示被告背景報告正面。講真啦，做得差佬嘅一定係正面㗎啦，正常啊。佢平時係冇不良嗜好嘅，只係唔識得處理龐大嘅工作壓力而去犯咗呢單 case 啦。有指佢曾經一個人獨力處理超過80單 case 嘅。佢而家正接受甲狀腺癌嘅治療，病情控制理想。佢希望法官接受佢嘅健康同個人嘅背景啦，希望從輕發落啦。咁暫委法官黃國輝判刑時指出啦，被告身為執法人員卻為減輕工作量而用啲不當嘅方式誤導佢嘅上司啦，甚至涉及自製同指示報案人簽署不追究嘅文件，某個程度影響調查程序嘅完整性啦。雖然部分個案當中嘅事主原有意都唔追究㗎啦，而偽造行為未見有金錢上嘅得益，案中影響亦非係最嚴重嘅。法官就偽造罪同埋行為失當罪就24同埋28個月監禁為量刑起點啦。考慮被告獲上司嘅評價良好啦，因為佢嘅病情啦同埋審訊期間處理嘅案件啦，扣減8個月之後部分刑期分期執行嘅，最終total 係判囚2年。其實我想講嘅就係，之前有單 case 就係有個差婆啦，請病假去咗 AMS 走去兼職嘅，但係戇居在點解你打份 part time 你去啲私人機構點解你又去返啲公家嘢走去出糧，一定知道你係造假㗎啦，就戇居在咁樣。咁所以即係喂，你同時處理80單，你冇同事嘅咩？係咪先？即係我想講嘅就係你同啲同事講上司講，喂，我搞唔掂喎，咁多單咁樣，我唔信你啲人際關係差到冇人去幫你咯。再唔係嘅，喂，講真，去請病假咯。你請病假一定係有人跟你啲嘢噶啦。即係有啲人即係我以前有個護士嘅 friend 啦，返啲夜間老人院院舍，即係嗰啲半公家嗰啲。哇！佢真係長期請病假，佢可以請病假請到佢可以去進修嘅，即係長期儲埋啲假紙，即係請咗唔知好似前後請咗半年，走咗去讀書進修。咁你冇人知㗎，
你又唔係話喺第二度出糧啊，有強積金啊，即係有冇人舉報你嘅情況下，其實係有走盞嘅。其實係我諗香港地都好多人會咁樣做咯。咁所以呢個應該係差人弟弟，唔係差人哥哥細我咁多年。咁差人弟弟咧，其實做呢啲行為，冇得益嘅，一蚊都冇收入，但係又搞到冇咗份工，又要坐2年，其實係得不償失咯。即係我希望咧，即係，唉，講真啦，呢份工係咪先拗嘅啫嘛？你份毅進考入去係咪先一起身都3雞幾夜啦？即係我唔覺得做 CID 係會咁忙咯，有咁多 case 去跟咯。你平時冇人報案，真係翻去拗嘅啫嘛，係咪先？咁所以即係都睇到呢單案件咧有判刑嘅話咧，其實都唔係話個個官都咁有走盞嘅，即係冇話咁多咁好嘅官啦。咁都係對於香港嚟講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你話下下都係有啲特別行業嘅職業去求情，都係會輕判啊、社會服務令啊、各樣那樣咧，始終都係對一般市民都一啲都唔公平。係啊，因為一般市民咧犯相同嘅罪咧係一定要坐監。咁所以咧真係都讚下呢個地院嘅官先啦。咁啊〜如果有其他關於警察嘅新聞啦，又或者係其他啲比較特別嘅新聞，我想報嘅話，我再下次再錄啦。拜拜。